台南市会民进党团的成员指出，县议会第一大党面对议长选举风波不断，党内承受真大压力。不过，因有责任毛义务回应市民的期待，呼吁各界尊重司法检调的调查，早一天厘清，应予台南清气的政治环境，唔通过制造谣言。强调团结就是重新出发唯一的路。同时嘛，呼吁1月14号赖清德参选党主席的座谈，甲1月15号党主席选举，用手中的选票支持赖清德，重新赢回民众对民进党的信心。来呼吁大家一起静待司法的结果啦。那接着呢，要跟大家也希望来拜托宣传的。就是我们1月14号，也就是礼拜六的晚上7点，预计在东区的官地厅我们要来召开这个与党员对话，赖清德党主席的一个座谈会。那也希望说，要给赖清德主席的意见，然后希望可以表达出来的支持者、好朋友们，我们可以一起到官地厅来为赖清德加油。民进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自己党内同仁的时候，国民党应该要比照办理，因为国民党才是有最多其他明确违法事实的政党。如果国民党要在这个时候见缝插针或喜出望外的时候，我认为国民党应该要负起责任，做出更多的回应才对。我想台南正副议长这一场选举大家都是雾里看花。那因为现在都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我想也不应再多发言就是都一切静待司法的厘清真相。那因为外界其实包括网军也有很多的恶意的抹黑跟这些恶意的攻击。我想这个未来也都是刚刚提到的党主席上任之后，新的党主席上任之后，我想这些歪风也都是应该要进行遏制的。那我想台南的民进党，我相信我们台南民进党的党员一定会多加的团结。那我们也都相信民进党可以越来越好。重整旗鼓，还给台南干净政治。台南新闻，顾文吉和乔邦、蔡宏博的。